Ivan， 歡迎收睇花棍教學第2集。今集會教大家3個招式，第一招係過腳，第2招係過腰，第3招係螺旋槳。咁咧，我哋第一招學嘅過腳咧係呢個動作，我示範一次先。同半圈一樣，左右手都可以做到嘅。咁我哋點樣做呢？我哋拆解嚟做咯喎。咁喺開始之前呢，大家嘅基本功打頭一定要練得非常之熟，我哋先可以開始學呢一個動作啊。咁過腳究竟點樣做呢？其實就係當我哋右手打去左手嘅時候，我哋左手射力，然後右手呢就穿入隻腳打一下，翻嚟，繼續去。好，嚟多次咯喎，左手射力。右手打咗過去就即刻入腳啦，即刻入腳打，再翻嚟接翻。當大家做到右手咧，就可以試埋左手嘅版本。左手就係相反啦，左手打過右手嘅時候就入腳，睇住咯喎，打過去入腳打，出翻嚟接翻。好，咁我哋第2招學嘅招式咧就係過腰喎，一樣我示範一次先，就係呢個動作。咁點樣做咧？其實咧同過腳大同小異，但係呢招嘅難度咧會難啲嘅，因為我哋喺腰後打嘅空間咧會比腳細嘅。咁我哋點樣做咧？一樣，第一步我哋左手射力，右手打過左手嘅時候，左手射力，即係呢個動作，射力，然後右手去入腰。好，我慢動作做一次。我哋右手打過左手嘅時候，右手就入腰。啱哋入腰嘅時候，左腳向右邊踏前一步，然後咧右手就喺腰後面。點解我哋要踏前一步呢？因為我哋踏前咗一步，腰後邊嘅空間咧就會大好多。好，成個動作究竟點樣做呢？左手射力，右手打咗過去，左腳就踏前，然後入腰，打過去，踏前入腰，出翻嚟。右邊亦都一樣。左手打過右邊嘅時候，右腳向左邊踏前，入腰，然後出翻嚟。今集教嘅最後一個動作呢，佢係好容易理解，但係好難練習嘅。大家要落啲苦功練習喎，就係螺旋槳啦。咩嚟嘅呢？我示範一次先。呢個動作係咪好型呢？咁究竟我哋點樣做呢？其實就係我哋首先呢，一樣打頭啦。當我哋右手打過右邊嘅時候，我哋咧唔係好似平時咁打翻過去咯，而係我哋左手打過右邊嘅時候，右手咧我哋要打中間點偏低少少嘅位置。好，睇一次咯。左手打中間點打過去，左手打過去，右手打中間點偏低嘅位置，轉一圈，然後接翻。大家可以嘗試做一個圈先嘅，一個圈接翻。當大家如果做到嘅時候，就可以逐圈逐圈加上去，一圈變2圈，兩圈做到啦，3圈都 OK 啦，就5圈，慢慢練上去。大家嘅目標咧就係可以做到10下。好咯，最後一步我係講點樣接翻咯。當大家轉完一個圈嘅時候咧，記得支手棍咧每一下都係離開支手棍嘅。我哋轉完之後，我哋睇準時機，同平時打頭一樣，接翻支棍，繼續。咁我哋花棍教學影片咧就去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啊！多謝大家。